第一个他所讲的法，在印度的瓦拉纳斯，他所讲了苦集买道之，这个是个法。那么当然是在我们在那个小乘佛教里面所修的法。那么第一个，佛陀给我们众生说，要知道痛苦，痛苦的来源，痛苦的缘由，对我们众生痛苦的责任，这些都一定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是有烦恼，烦恼是我们众生本身就是因为贪嗔痴慢疑这五毒的烦恼的所造成的我们众生的轮回。所以我们众生在从无数的时间以来，一直不断的造业，造业的主要造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贪嗔痴慢疑，所以不断的造很多的业，我们就是必须的要痛苦。造业的结果是要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所以让我们众生第一个要知道痛苦，知道痛苦要解脱痛苦，但也是佛陀看我们众生的根器，看我们众生的智慧。第一个他讲到苦集灭道一定要知道痛苦，而且要有一个解脱的方法。有自然而然有烦恼，但是要有断除的一个对治力，这样的一个方法。同样的，修持的道路是要长期必须的要修持佛法，这才是一个道路。那么这个道路，进入这个道路要去哪里呢？当然是要去佛陀果位。但是在第一传法轮的时候呢，只是讲到苦集灭道，讲到讲到那个空心，但是也是在修持小乘佛教的人了知众生的空心，了知人的空心，并没有了知法的一切空性。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佛陀为了要怎么说呢？众生能够可以再了解，是他就是按照众生的根器而所转下来的法。那么第二次转法轮是在印度的，在灵鹫山，就观世音菩萨、舍利弗等等，以及菩萨以及罗汉都在，然后佛陀就是在转的法，就是在空性的道理，就是相当讲就是讲了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心境。然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所有的人都讲佛法是怎么说呢？佛说的一切空性，所谓的空性的道理就是这样。为什么叫一切都是空性呢？本身我们的本性特性就是一个空性，但有缘起，就是12种因缘跟缘起，然后组成起来，就是成为了一个众生，也成为了外起世界内情的众生，都是本来是空性的，本性是空性的。到最后呢，我们就也是会证悟空性到最后也是证悟空性。那么在这个空性中出现了，因为怎么样子呢？因为当初呢，就是我们这个是一切佛的在来源，可以说是第一个佛是普贤王如来。普贤王如来他就是本来他自己的本来的面目上，然后就是认同了本质一切是空性，他就是本来就是成了佛的。那就是这个是第一个佛。那像我们还有很多的佛以及释迦牟尼佛，都是本来的本性没有认得出来，然后就是也有轮回过一段时间里面，然后再修持佛法而成了佛的。所以这就是如同我们一样。